每年的台湾灯会要伫新竹市举办，新竹市文甲里的里长就特别号召居民做伙来画传统的歌灯。西亚吉林路有个新竹名产贡丸米粉，歌灯点面五彩缤纷，真眼目。新竹市每年要举行台湾灯会，文甲里的里长特别号召里民做伙来彩绘传统的歌灯，参加的民众对6岁囡仔到60万岁时大拢有。我是画国画的，跟画灯笼有很大的差别。有，因为国画是就在桌上这样子平的这样画，灯笼它就是这个是软的，因为它是铁丝的，所以我第一次画我也不知道说这个是要怎样下笔下去，因为它这个会有皱褶，它其实不太好上颜色，对，所以水分要多一点，这样比较好上色。里长讲办这个活动，才知影原来大家这熬话，嘛真欢喜会当透过活动，互里面通好自做伙，互社区充满活力。人际关系啦，哈，甲一个人啊，非常有这凝聚力。没有办之前，完全不知道说里民这么多才多艺，办了之后发现真的里内其实住了许多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些彩绘高手。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社区的力量呢，来创造一个属于社区的一个灯区。这届歌灯彩绘的目标按算250粒，计划在年底进行完成。这个歌灯过年前会挂在社区内，居民期盼4到几摆的歌灯在灯会成做眼目焦点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